欢迎收看《后上海上公》，有花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土司中阿松姑，向下来老后生人大在顾了经济调查吼，了下了个时代13年吼，就有一个数据嘅，唔过吼经济面方嘅调查，了下台湾人最接常用到嘅同性软体是系赖。不管係用到赖地杯乜嘅東西，像係賴 game 啊、賴配，真經影響到你嘅想法當多，都帶呢個賴係用品係影響到你嘅想法啦。今日邀請到6個後生人，留大家向下來分享佢哋嘅同性軟體老想法啦，掌聲來歡迎。首先，老太太首個都係阿志怡。大家好，我是大年按摩头队老男朋友大天发私心的阿志怡。聽一首啦，首個就係李家。大家好，我係同學用賴沙拳富雄氣暖嘅李家。第三道啦，首屆都係葉蓉。大家好，我係最後用大票功能天片就出去了解葉蓉。第四集啦，首個都係假人。大家好，我係揸咗配嘅細妹同前男朋友打追顧嘅假人。怎麼好像詐騙集團哦？去動壞動標燈哎呦，大家要小心顧家人。聲音哈，不只是我們節目要小心的女人怎麼那麼多，主持也會聲音，對啊，他又該顧家呢。哎呦，太搞好朋友啊，姊妹版，姊妹版嘛，難怪重要的哦。但是他就生小孩，你在幹嘛？好，聽到啦，所以講就白強。好，大家好，我係鍾白強，我特別用賴配吼，出家來秀麻將錢，繼續白強。你看數跟麻將打麻將嘅時間，一台30台，50，不要給我現金，我我出去了時間咯，完全唔是帶個錢包的吼，因為從來唔是秀過。係阿姨嗎？直接來抓位，你崇拜點？好，最尾來首屆就係創條啦，白強強下打麻將嘅後先。大家好，我係看到有瘋癲思維度唔掉，有瘋癲強白淨嘅學生。哎呦，我相信又聽出又動嘅，看到嘅賴嘅訊息當紅，不只是賴啦，強多咧。因為那個 Facebook 啊，這樣動到嘅社群軟體當紅，看到咧瘋癲，就因為都唔掉。不過大家就啲嘛，家一開始要講到台灣嘅賴，自己動嘅要賴配、賴 game 啊、賴 travel，就動到，大家呢最接用嘅功能係乜嘅？最唔接用嘅功能又係乜嘅？先將阿志老大家來分享一下好冇？條呢個 line 嘅意思就係愛視訊啦，我最中意就係呢視訊嘅功能，因為呢視訊就會做得感覺2-3年距離下近，我講從大天發就可能呢係呢你打字就會文字就冇聽到聲音，韓國呢很多地看到人啊，就會講哦。就是沒有距離嘅感覺。韓國呢有啲時間，我想要取暖的方案，我要用 LINE 視訊。有冇視訊本案嘅？因為我嘅愛神，真係我嘅暖包。係，故說我就會大天發本愛神。橋尾好。愛神我就大家留記大嘴鼓啊，係嘛留記講，今年幼稚園運用白下，故說我真係當中意 LINE 嘅視訊。參過嚟聽呢中意就係呢相差。係，有問講呢，因為你眼講個相差一件事，就係平常時你一下數嘅動裏邊就緊翕相，唔過你冇記錄下來冇留記整理，唔過最面愛整理嘅時候又1000單，就懂麻煩嘛。故說呢，從來就有一個固定習慣，就係嗌到男朋友嘅那個聊天室地位度嘅固定有一個，比如講今年係2022後咧，你就2022 Part 1就開始有乜嘅想法嘅相片，睇下就按揀你，但你有些乜嘅就揀你，然後呢，一隻相差，你咪就係1000種相片嘛。你哋過後呢就2022 Part 22022 Part 3，哎呦，一次增加，係按用真嘅同呢片，用埋顯呢，有啲可能係相愛前去年嘅相片，我係就直接到2021 Part 乜嘅去前，係動呢片，係會因為到時啫，唔記得自己用到哪一張相片。韓國尤其出軌了動呢片，你去按貴價錢種咧，真係記得。我等下門看，下啲嘅地位嘅上鋪嘅地位你們要上線冇？
上限是有啊100本。有啊，100本。对，没但是他活不得有那么久了。韩国比容量其实董先董先呐，董占空间容量。我先按用啦，先按用啦。dislike 嘅部分呢，頭一點就係 line band。其實 dislike 唔中意係啱啲佢哋嘅做埋嘅，因為你就有 line band 啦，我 line band 做埋開 ，line band 就動厲害，line band 即係塔動到中卡，係冇？古種係種啲 line band 都係係乜嘅東西啊？係韓國呢天一點就係 line taxi，因為其實一下天同軟體動厲害，唔過 line taxi 就直接用啲嘅 line 啲維度，兼輕啱我嘅軟體，嗱啲 app 啊，就感覺唔好使用。韓國呢就有段時間又唔係講青菜，當便又係當價，古種。我唔知呀，你用在愛做乜嘅？佢講 like taxi，佢這種佢用到魔力片，唔講人順風嘅好姊妹牌，人愛成唔加印度嘅愛成，然知道佢當好用嚟講下。冇錯 ，like 當好用，因為其實大家都知曉講，你一開始會抽個 U 什麼的嘛，還有一下動到，嘿 U 什麼，還有它動到嘛。但是呢，like taxi 真嘅係超越 U 什麼的。真嘅，冇按咁我哋朝嗰件呢 T 呢，其實係動槍力嘅 ，T 呢其實嘅回饋動到 ，T 3呢其實佢地位都係講要採花嗬，佢做啲種樹，唔知大家知曉亞嘅係嘛？它可以種那個樹啊，種樹哎，真嘅樹啊，它就是可以記錄你在哪裡。真的樹，假的。好高婷婷啊，好高婷婷。韓國 TC 其實我知道 like taxi，它的司機的態度都很好，態度都很好。我知道啦，我唔知係我坐嘅太司機都同我係用班。不過見到一般嘅機動車嘅錢係差唔多係冇？冇，其他太便宜。韓國佢會是平常時會送俾你動到嘅折價券。跟你猜動到冇？有到冇？有到啊，有動到啊。那係落水嘅時間是冇到啦。係看幸運圖啦，錯。佢天然眼老太架少嘅就係嚟嘅社群。沙群係沙群，佢係生動線嘅動線嘅一個東西。動線嘅功能，錯功能。一般大家是用嚟圈住嘛，群組功能，呢個沙圈啦，圈住係冇用。佢嘅沙群其實應用版係用嚟，比方講po文，唔係po文嘅，動因為確診嘛，嗬。確診你就會想喺潛動到嘅資訊，你就做在啲搜尋檔嗰潛嘅 Google 就好呀。唔係，佢做在潛嘅確診，佢就有一個很像群組的東西。你副群數據用口徑嚟朋友全部列出來。冇錯，真的假的？底位度全部都係，唔係喺底位度都係有確診過的，他會分享很多資訊俾你，比方講，愛心你，那用時一條線呐，你睇下係用白嘅啊。所謂沙團強用冇？有一些嘅佢比較係那便利，因為英文嘅問題，啱思維用英翻譯。呢個從下睇白嘅知識家。唔過咩唔係按麻煩，因為嘅沙群其實我知道最利片就係你唔是用你真正嘅名嘅，你都得用假名，你可以用假名，錯。嗰陣你想問碼佢就問碼嘅啊，嗰陣我嘅時間確診嘅時間我就底位到我嘅名就按到。拜託本來一條線，就係按有嘅名。你不想再做2線明星啊？想要變成1線明星？不過佢底位都真係分享動作，比方講你確診嘅時間，你做什麼嘅，佢會完全會回復你，就大家自身的經驗。我覺得是你很 fashion 呢，錯懂面咯。跟你知㗎，他冇用到嘅係乜嘅？他冇用到就係 line bank，其實就係從自己講嘅，因為有時候會懂，佢唔係實體嘅銀行，我所謂冇咩安全感嘛，嗬。第三係就係私信，你要懂好用。這私信唔好用唔掂啊，因為佢係講動人向下來嘅話。你按到男朋友喎？因為我聽講有男朋友，係動到朋友向下嚟私信咯。係，佢動到朋友向下嘅話，天呢動容易卡嘅感覺。很會熱檔，超天氣其實底部度嘅特效跟濾鏡就。冇真慫，唔是假，冇真慫啊！不是啦，他搜尋不到他的臉，人臉辨識就冇吃臉啦，嗰種我唔係懂，韓國 IG 啊，韓國 WhatsApp 啊，一條視訊都比人家賴韓卡好。有可能嘛，用英講，因為賴的它的那種會佔記憶體好多，所以有可能嘛用英講加實行的時間。你係手機假使冇按好誒，手機可能用一用就開始發熱，哇，變暖暖包，就變到按用。一槍杯呢？一槍杯就按用。還會閃退誒。那你現在突然發現，給我現在這個視
道才来分享一下，我也是我教你的，哎，我真的是老师呢。嘿啦，你啊个功能吼，其實是係打票嘅功能，你有愛有一隻台嘅群組，你咪都使用啊個各種通好，韓國台學嘅通好，通勤差唔多為23人，吼23人，所以我出去聊嘛，解釋為從因講啲解對話啲背讀，問大家嘅細節，大家動加袂歪路。你下重要事情唔記得。係啊，是貼嘛，解動好少嘅事情，大家大下是唔記得兩件事情，所以打票嘅功能動好，因為做啲設定嘅選項幫大家選。韓國第二個功能最細微就結合嘅種日曆嘅功能，成年講嘅嘅。同意了。係，做啲同意了。韓國同意了了後，韓做啲設定講嘛，解一點鐘日前，冇是前日跟日前會提醒大家嘅，那是就動禮片。OK， more 重要嘅係 Like Today。共同啲應該是動啊，因為應該我一家啦，因為看到該嘛個對話最當個，大家就聽過有看過，該新聞嘅標題非常的聳動，該是首尾動前，就會點下一看，到底馬上發生嘛個事情咧，所以點看咧，唔過了老新聞標題通勤冇關係，有哎呦便宜的，是為總起都動安，氣自己又氣他這樣。便宜吼，就係講啲係種東西都係便宜嘅，白天咪當有經驗，咁咪就這樣嘅。其實我看個你 Like Today 哦，大擺吼唔會用到，不過幾個到水下袂水凍哦，冇成嘅時會掂落去，哎呦，掂落去啊，最明嘅頭條哦吼。好啦，講到 Like Today，其實冇實用啊，不過上次我看到上當嘅標題就會掂落去啊，我大家分享係 Like Pay，就應該係講 Like Bank 唔實用哦，你其實都好用嘅，譬如講提一點就係你現內片賣東西嘅時節咯，Like Pay 是要付錢，咩配老 bank 冇開？佢做啲結合起來，佢做啲結合起來，用你自己嘅 Like Bank 地背讀嘅錢付你嘅 Like Pay 嘅錢。唔過就意思就講唔是 Like Bank 咩做係 Like Pay 啊？沒做得啦，不過 Like Bank 佢就好多嘅，譬如講回饋啊，係啊，韓國嘅 Like Bank 未做得拖定嘅信用卡，所以你本身信用卡嘅紅利未有 ，Like Bank 嘅紅利做得加上去，還有你付 Like Pay 嘅錢未做得加上去嘅紅利，它有3成紅利。所以你看，上次哦，個信用卡是2%停啊，2%加2%是6%。我跟你一攀。係啊，然後講哦，比0056還好用啦。0056上去是就3%。我們沒有幫袁大頭信廣告，謝謝。好，所以自然用其實 Like Pay 已經都好用啦。韓國哦，就上去打孖這種時節哦，唔喜歡帶錢包出去哦，所以收錢的時節哦，唔會講你哦，哎呦，你今天冇帶錢包，來直接 Like Pay 付錢不來，這樣就不會有借口啦，不會吵架。動禮天 Like Lift 哦，這個禮物啊，動雜龍睇下冇講到，來送運動到咧，來稍走上你會送來哦，來摸秀豆，我會跟你絕交，謝謝。還注意星巴克。我先點好了，謝謝。下週拜日忘記哈，好。所有觀眾朋友，我記得哈，那個通信軟體哈，通常是本安尼嘅想法有效禮片嘅感覺。不過通信軟體最主要係通信溝通嘅之間嘅信息，假使一個朋友託講一個信息，冇係飛機，又係講你託過繞都有信息。冇上係飛機，用架沙嚟，等下就來繼續到大家傾下來分享了。我為到本自家下就假設，本自家感覺哦，發同接到暗道，哦，都冇慳兩下度主持動作哦，所以因為切只按用飛機，你可能到機下就穿訊息半夜，做啲感應造型長的飛機，然後就啊，超半夜都冇慳的哦，他就會講說，哇，你是廠王這樣，這一招我是跟麗佳學。歡迎大家到咗嚟後上台上講節目現場家體育台是問大家講最好用啦，最唔好用嘅 Line 嘅功能。不過 Line 佢畢竟係通訊軟體，最主要嘅功能就係大家來溝通。不過呢種通訊軟體最強度到嘅問題就係騙人偷嘅，好冇下文嘅。跟你去咖啡做按呢個事情哦，冇見講騙人，司機素質會自己假。慢人最好做呢種事情咧，假人先來講啊，乜該東西，乜該事情發生過後，就像披薩傳嘅信息，
那我自己冇想去飛機呢。就算對方喺銀行，我咪會已讀不回機。對銀行對客戶咩按？係，我係按，因為我做動感嘅，就會講按字寫，記住傳一類貼圖。哦，貼圖冇辦法解釋。聽說有本機嘅，乜嘅貼圖，有啱啱嘅功能，就做在啲嘅長按，都有動動，一下就會。如果你唔係極強，他要一直按500次，因為對方要飛㗎。我不會飛啊，唔會飛啊。有人就會按嚟見飛。係啊。唔過我嘅朋友就唔會用呢種問題，因為我哋會知道我一下就結束了，就唔使按嚟傳來傳去按。錯，又係會看情況嘅啦，係錯。你係會看情況嚇，希望大家就冇喺做假客服。係啊。唔敢傳信息。唔敢傳信息本嘅，嚇傳曬什麼嘢咩都唔得，好，因為按難相處。OK，好先，老師來講下，因為咧當特別一開始就講到誒，冇錯。因為頭先有講過嘛，因為有一隻當奇怪嘅鏡頭，係風點強拍鏡，所以看到有樹枝啊，看到有風點，就躲唔掉，貴姓鳥鳥啊，所以攞去傾聽。咁個有東西哦，可能只是都冇看，冇成冇注意到，但係畫面冇傾聽啊，咁田螺嘅畫面冇傾聽，因為可能信息過來幾時會持加已讀，啊什麼應該是冇注意到啊，所以應該有得習慣。水木之前呢，應該是會讓所有基本嘅。所有嘅對話框全部看過一遍，然後刪掉。哪一個？其實刪掉不是重點係刪掉還沒有用，因為佢走春信息過來，如果要跳出來，還沒跳出來，所以我檢查一遍，然後又根本有信息冇飛到，做啲搞要實實飛嘅，係啊，冇錯，我相信當然要風點強白鏡，你中意嘛要。我未係，我是聽我手動前可能我風勢點下去，點開來，通知嘛個新聞啊，冇事嘛個來配口呢，咪會跳出來個時間咪點開來，韓國我未遲。就好，我就該種，即係講我點開咧，看到平嘅訊息嘅時間，冇飛機，我是時到當冇禮貌，自家會，按用嘅感覺，所以我點下去，我是停埋飛機嘛個貼圖咪做得，冇時間追群，係睇頭先講到嘅功能，我咪是做動讚，是做俾自家回一個讚，冇是愛心，是做得改嘅的，是做得，咱們已讀不回，不過窗頭吼。你會拄到情況，後先要上去講咩？看到我曾經係新冠訊息調到時間，重聽用格山。冇咁多，尤其係個群組啊，因為上班嘅時間嘅群組一太多，最鬧事下班嘅時間還有一堆信息，所以你冇上去看。來當個有一隻功能，你大家點樣做咧？一鍵已讀。有哦，全部哦，全部。誒，冇老總把強講啦，一鍵已讀，所以聽落去哦，強力。我聲音是不是應該看過咧？冇咁錯，只要發生過呢件事情，就是銀行哦，可能近期有信息不啱，咁個強度咧，全部群組都會往上跳嘛，對，全部都群組全部啲當個大下冇看到，所以應該是有需要，要擺係傾到啊。前線銀行佢係信息冇飛到，其實哎呦奇怪啊，兩個人有冇飛啊？所以我頭先講啊，因為佢習慣水木之前就會檢查一下，哎呦，然後佢內視窗嘅本啱有冇看到，實實飛機，所以咧，也需要我一鍵已讀之前咧，我就會做檢查一擺，所有嘅風點，因為冇飛到嘅冇我是傾聽，啊內視哦，我淨係看到我一鍵已讀不回哦，嗰時我淨係冇小消滅。看機呢？哎呦，又掉了。我都快4A2啦，哈，4A2啦，係啊，因為已讀不回拍聲音嘛，因為佢家講吼，風點樣點落去嘅時節咯，拍聲音渠道講，係咪冇尊重啊？係咪人家講埋會不你不啊的，所以會想太多。我覺得這真的非常不尊重人，總得好。所以，我唔係已讀不回，我係直接卜飛。冇，怎麼佢唔用講咧？因為吼有啲咁嘅訊息咯，我看到以後就冇想為攞去插機啊。唔過假使我冇想攞去插，有攞去講我冇想攞去插，所以這時候他信心是唔好，所以我不想讓他玻璃心碎掉，所以大家提一張眼鏡。咁提一張眼鏡係因為當到係廠商啊傳訊息過來嘅時節啦，你為到本自家下就假設。
你切个感觉吼，发同只都按到，都武汉了下都主持动作哦，所以因为切只按用飞机，你可能都机下就穿讯息半夜，就得赶夜赵轩长的飞机，然后觉得超不应该动武汉的哦，他就会讲说哇你是场王这样，这一招我是跟丽佳学的。你这个太多爱呀！这个回马枪，真气哈，还在到底哈，以后冇受到白欠的信息哦，既没有毒哈，你就第一个砸台牌，砸台牌啦，咩砸台牌？给阿志颖这个老太家分享下，有个当好用的功能，所以本太家头看一下，将来隔天你都得爱演技嘛，爱赏技嘛。其实呢，那个功能呢，那是用 Apple 数给你应该都底嘞，就会呢给安利做的长按嘅聊天室，错，条条嘅开，还讲呢，以前一开始用嘅是动镜做，因为你长按，你总得唱太的，你总得唱谁的，我声音会点落去，你本村爱做好来，不是一开始长按总得唱太，就打开来嘞，因为你长按就条条被挑出来嘅视窗，就是看到佢喺传嘛该星星嘛。跟你做去秀一下，眼呀爱飞机嘛，还爱冇飞机，这叫做默读，就系咧，条看默读呀，这功能就用版型咧，你就得先条看，去思考清楚过后，将回答嘅，就从照片看，刚刚讲咧，照片看就马上啦，新朋友，唔会对方去习惯都唔爽快，就是正常下来，整个演技整个上，我唔错，用一个哈野蛮的回答的方式，我等下下去爱好。好嘞，唔是，不要在那个节目上这样教学。我们今天不是传教大会，我们都讲到很切假，假使你真嘅有人嘅，比如讲穿成一本獎白劇，結果佢讀嘅，又冇歡意冇上意，都到按用佢嘅情況，假能用解釋。其實呢，我做的已讀不會騙人，唔夠騙人做唔得已讀不會。雙標，係愛看情況，迄個係曖昧對象。迄個嘅話題已經結束了，我就唔會壓。迄個嘅嚴肅嘅話題題目，我就可以逃避問題，佢就做唔得。題目上會回答，佢就有問題，佢話佢冇去回答有問題。韓國迄個係啊，真嘅，韓國老人客偷錢嘅時間，題目上眼，就韓國有禮貌再問一百，迄個係唔上眼就會直接打電話俾佢。純正信函寄過去，純正信函挺用嘅，還要事前都麻煩。咁所以呢，我還要看情況，唔係講大家已讀不好，我就會冇爽快嘅，冇錯。給你講咧，你這個白劇冇歡意，嘿，佢冇歡愛，冇直接拉佢斷絕關係。冇，我做嘢係懂真誠嘅事，懂事慣咧，馬上比就沒做白劇，唔過我嘿，超真嘅會嚇到哦，馬上比都嚇到哦。唔過呢，我知道我用體諒嘅心情，譬如講，應該白劇吼，我可以發通動作嘛。唔過你可以給他時通帶是好料，錯，我就會懂氣。好啦，冇啦。唔過其實幾時就係講，其實已讀愛嘅話呢，我就會講每一擺講，我想我倡議有倡議做乜嘅事情啊，做得冇，因為我知道有啲人可能係懂無限，不錯就像侯信講啊，他可能一件已讀，他就是不小心的嘛，故說我就會講每一擺。唔過喺講呢，有啲人講啊，一件事情啊，就想要已讀你嘛，我咩唔會講老去講法咧，係就會講好啊，可能而家已讀我咩冇相關，而家做乜嘅青菜你啦，呢個嚟講冇乜感覺啦。他很像媽媽誒，就媽媽講呢個我要食飯咯，好，再個等一下，然後停一擺，我要食飯咯，好啦，好，然後再個等3分鐘，好。我先摸是4菜2啦，太苦口的啦，就情緒勒索的感覺哦，就變到用因為時候咁個觀眾朋友想下呢個 line 通訊軟體裡邊，喺家講到簡單之後，攞照按到嘅功能，要嚟到係多啲啊，喺係咩唔清楚到底啲嘅做乜嘅咧，喺個除咗 line 以外，你係用嚟嚟到嘅通訊軟體咧，等下將來介紹老太太向下來大家再估了。國外嘅台灣嘅所有嘅教育軟體啊，全部都有教。哇！冇錯，嗰時候我知道講，哪一隻軟體有乜嘅好處？比如講，哪一隻嘅軟體嘅研導過較多，哪一隻嘅條路較近嘅，誰來嘅較多？真嘅有爭。哇！電影嘅哪一隻有較多？你真係下論文咧？跟住哪隻
扶台啊，下潛。係啊，冇錯。咁講解冇上過，好，因為激動又接。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吼，上一段正經吼，大家吼上場必備吼，因為有看到大家吼正經被已讀的時候，嗰種心情，還有單槍切架做的已讀配上嘅，做唔得配上已讀嘅，用會按歐法哈。不過你一開始就講到台灣以後，呢一片做這老太在報告一下賴的公司，整個母公司吼對台灣對全世界有超過1億5600萬聲音土地用，不過全台灣大家都知，全台灣人有幾多商人用賴嗎？唔知2000萬。用商比例上，差唔多就9.5商，全就用賴。所以講那個，連阿婆都有賴嘛。起碼你看就啲全台灣正經好多人就係用賴。唔過佢哋會按多功能，有多功能係多啲下，佢都係啲嘢做乜嘅？我正經咩唔清楚呢？後先來講一下。情緒挑戰一開始有講到該賴病，應該情緒唔啲嘅用嘛。但是轉簽唔是手續費的，我跟你講轉簽唔是手續費啊。還有一張我最近想唔到嘅 Live Music。有愛用嗰種，係啊，有。我感覺其實走一隻東西除了傳簽題，因為你可能平常心嘅用習慣買 KK 買個東西嘛，KK 上咗啊，係啊，冇成日你下用緊買個 Miser 嘛，係，全部都唔是簽，冇成 KK，咁已經有發現咧，你哪有可能做發現唔係難為啥？重點係呢啲部嘅音樂，明明我講比拼音多下多啊，是係你下買個打電話攞咩變嘟嘟聲變到係要音點解重歌，你從跳擺嚟。你講講啲翻譯先嘅，我行嘟嘟聲下歡喜。變做係 Live Music 又應該是發現過後，跟主頁上面也會有 Live Music。我想講右上有啟動。都奇怪。因為用佢點到它的主頁上面的時候，變到有表音樂。可是這個點落去嘅機會動少啲嘛，就變做唔知會做乜嘅，阿自己來講下有乜嘅功能，都列下你行係咩唔清楚。我真嘅係跳過也是這樣子有按到嘅功能，因為剛才人講到主頁也咋，我嗰陣時就經典，其實某一本我先去解用，我就感覺動奇怪，因為我唔係喺愛買啦吼。不過我真嘅係跳過也是這樣子有乜嘅 Line Travel、Line Hot Damn， 你乜嘅東西？熱點啊，Don't Hot Damn， 還有 Line 乜嘅動到阿里不達，還有乜嘅 Line 群組、Line 社群，真嘅睇到咧，數講唔清楚，最講唔清楚就係乜嘅家下講嘅 Line Pay、Line Bank、You Pay、You Bank， 真嘅唔知有乜嘅韓國。因為我自家做嘅中信啊，做嘅 Line 金融卡，Line 信用卡，金融卡跟信用卡咩係 Line 啊？故事跟 Line Pay、Line Bank 有係乜嘅？你真給你自己回去搞清楚再來左邊這邊可以稍微簡單，老太太講哈 ，Line Bank 是講純網銀公司，台灣底下只允許3間純網銀存在，樂天，還有 Line Bank 就是電信銀行，還有第3家係將來銀行。將來，這是純網銀，這是老太太一般的銀行窮人，只是它沒有固定的那種服務站啊，或者是看唔到它沒有實體，它全部的沒有路行，你走在現場貸款啊，走在這邊盤動都會父母，但是那個老 Line Pay 其實係冇窮人嘅東西哈，走兩邊還是要跟大家更正一下，啊，以免大家我們傳遞不好的資訊，然後像那小白害死大家。所以你就會演繹氣味死胎呀。係啦，跟你講自己老太家分享一下好唔好？我自己知道東南用，唔係東南用，係做東奇怪，因為前一步嘅東史行，大家自己做貼圖嘛。我要做，無論係有冇嗌叫嘅啊，係咪同你衝嚟黐下就做嗌嘅阿雄嘅貼圖。但是那個賴貼圖嘅公司哈，其實今天講係違反動作嘅事情嘛，嘅裸就是裸露，因為沒有裸露什麼的，係出幾張咧。阿雄喺邊冇做丈夫，有丈夫嘅 MV，反正佢就講，嗌嘅阿雄貼圖做唔得用，賴公司講一下好冇，做乜嘅做唔得用咧，當聽一下好冇。但有問題，因為我有做，我生產100就個，我嘅賴貼圖按到客家聲，OK，就是阿雄貼圖，客家聲講。
好了，下载率是不是就一个？就你一个？冇啦，有那个你他在。俺其中在改造，拜托让我一条线，可能还会改。可能做对了。你下東西行嘛，咁白天做啲老太仔來分享一下好冇？好，其實你也識語係我啱好多動詞嘅，像家下講 like back 啦 like back 檢查。還有，誒，佢黑啲啊！好啦，我最近掌握係我發現到 like 啲位度竟然有一個功能按到置頂置頂功能。要做秋游哎。那不叫置頂，那叫做釘選。釘選，就係應該係從柔選之嘛，做啲表到最等個，當 Q 嘅呢？你用講，快死有嘞，冇用球嘞。因為就是相信因為清白嘅，可能演出嘅廠商門行演大檔期嘅時間，簽到幾多大係到那一篇啊？用記得幾樣都嘛改名，要用搜尋。所以當個韓語它那個放大鏡走在搜尋。冇想用講好咧，因為我講發現嘛，所以我係又到後上台上講你要圈住吼，用到置頂。來，我們現在打三個手機拿出來，馬上摸吼，拍慢點就摸落嚟，要不要讀？不用這樣子拿出來，不是，因為我們不需要，你就是重選的話，用剪接是不是快啊？係啊，應該蠻多啊。以置頂咩冇好，裡面蠻多，裡面蠻多啊。有好，有講到蠻多主題咧，冇必啊。裡面蠻多冇鼻音啊。你未蠻多，你置頂哪有好？真嘅，又讓大家關心。我講正經啦，一開始就講到吼，那個軟體嘛，那種通行軟體的台灣市占率第一，應該也是完全幾乎被他稱霸這樣 line。咁嗰度衝頭時間，我們可能會撈另外一個有練習的時間，有連接的時間哈。我不可能叫他，你幫我安裝一下 line 做對嗎？衝頭會用到其他嘅通行軟體，像前一步嘅東西行這種 Telegram 嘅呢種東西，每一下大家除咗 line 以外，還有用其他嘅通行嘅軟體嘛？阿點中？我自家是係因為要看人哋中國大陸做事，所以中國大陸從合接用嘅是 WeChat，微信 WeChat， 微信是嗎？微信。你有微博嗎？冇微博，所以應該是從合接用嘅 WeChat 以聯絡嘅爸爸啦。不過我是知道呢下嘅銀行後上銀，從我是會用嘅面書，冇是 IG 直接聯絡咧。因為 IG 張前面都記啦。係啦，反正用 IG 前來嘅，係叉叉，小盒子，反正你 DRV 啊，反正最重要。好咧。除睇咧碟中以外，家你咪撈大家來強下來分享下好唔好？除睇咧 line 以外，除咗同性戀以外，還會教一點嘅。教育。哎，不要這樣，大家都成年人。哎，幾個算命師姐講幾個60歲出嫁，幾個係強交易交男朋友嘅，我都60歲還來出嫁，用架衫攞幾個空調入擺。冇錯，其實咧國外嘅台灣嘅所有嘅教育軟體，全部都有教過。冇錯，古時候我哋都講，誒，哪一隻軟體有乜嘅好處？比如講，哪一隻嘅軟體嘅研導過較多，哪一隻嘅條路較近嘅，誰來嘅較多？誒，真嘅有張，電影嘅哪一隻有較多？你真係下論文咧？跟住哪一隻輔台啊？下簽。係啊，冇錯。咁講我冇上過，好，因為激動又驚。韓國咧，我老師咧差唔多講一兩句話，我就提供幾咩讚啊，冇錯係咪？係，我一下。跟你上行嘅係冇？可以下，可以下。我冇想攞吉他做。直接舉手是可以嘛？該安安哦。我最鬧就會安。你好，會背。安安你好，幾歲住哪？跟你最喜歡嘛？該哦，嚟紹介一下，on the coffee meets bagel。主要係 COVID-19應該版本哦。COVID。他們簡稱按到 CMB， 真見東東嘢，嘢送咩蛋糕教韓國細來嘅數字真見都懵懵。你話要愛錢係唔係？哦，細妹唔是錢，細來愛錢，古時候佢哋就會看認真，因為有事錢。
所以你嘛行眼镜的，我不希望看到60岁单身出家。好，莫安用心，打败我们那个南桃园人的感情。好，正經講的。嘅後先來講一下，出體嚟拉以外，你自己最接用嘅通訊嘅軟體係乜嘅？其實我咪因為最近工作嘅關係咯，利用強用到喺 WeChat，咁個你之前前先啲 WeChat 用翻用人都用嘅時間，用冇強用，因為習慣賴。習慣。咁個用嚟以後，是第個地位，因為都有功能是比賴全運動好。到你下嘅面書哦，一開始要用啊，咁個你下大家。我嘛用面書嘅啊，用乜嘅？用 Instagram， 後生因雖然用 Instagram， 用抖音，啊面書變到係錄音家係用嘅東西嘅，係啊。所以大家要用面書嘅音圈係錄音家。過後呢一片我請所有嘅觀眾朋友來想一下，自家用呢個教育軟體，還有通訊軟體，自家用是冇用嘅，唔過假使你有難外一版嘅世界。假使人嘅難外一版，偷偷黏黏，啲人心紅，咁嘅後輩，偷偷來用教育軟體，快睇咧用緊啥？等下再來繼續到大家傾下來討論咗。我頭一擺用嘅交友軟體就按到愛情公寓，愛情公寓，拜託，那真嘅係愛講嘅故事了。你愛講用交友軟體做乜嘅？咩？我太后時期用嘅啊？唔係啦，係啊，太好，係啦，就冇事你嘛是這種。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個節目現場嗬，家下要老太下講嗬，自家用教育軟體做的。假使另外一半用教育軟體，那可能就會發生天大嘅危機嚇。唔過，先來本大家來想一下，偷擺，自家一開始來用到呢個教育軟體嘅時節係乜嘅過程？白橋來講一家講發生嘅故事。因為我講偷擺嘛，所以講我偷一擺用嘅交友軟體就按到愛情公寓，愛情公寓。拜託，那真嘅係愛講嘅故事了。你愛講用交友軟體做乜嘅？愛啲咩？我太后時期用嘅啊？唔係啦，係啊，太好，唔係啦，就冇事你嘛是這種。我不知道有冇。愛啲可能真嘅係白橋台語聽嘅時節差不多。好啦，其實愛情公寓哦係我唯一一個哈用過嘅交友軟體，因為嗰種時係許多講，我私有可能上到冇乜好看嘅原因哈，就係自然用了交友軟體啊，結果我就抱持一種期看哦，幾多人係做埋事情嘅奉獻，攞去期看，結果一落去嘅時節咯，哎呦，斷掉哦，嗰訊息用嘟，停下來咧，我結論就上個可能就係因為我。燃到嘞，太跳嘞，所以來就斷掉福音踢啊，所以我又怕他們受傷，最後奉獻是乜嘅咧？所以我發現到，原來做啲老幾對我轉咗，來粉絲專頁啊、IG 啊、傾讚固定嘅內面，因為幾多就啟動來動燃到，幾多是變做我粉絲，所以就一撲咯，我粉絲怎麼可能氣下台，就係因為咁樣。啱時候問幾多看過日本音嗎？有喎，幾多號？打禮拜我準時收看一家自主後上台上講就會看到啊，又燃到哈。可是不過那個 IG 秀安台呢？點解修片整體老本營上去騙！假使今天想要看清楚嘅朋友，就得先看 IG 哈。IG 檔號真係便宜嘅，剛才有天數給收購啊！你沒有付錢給他，又補貼嗎？今天想的是買兩水。你家來講下，唔單像一般嘅教育軟體，學語言咩做得搞到朋友。從看眼就看有質感啲嘅，我跳擺後冇講乜嘅教育軟體，唔講係從入面去教育軟體啊，佢就係教我語言嘅，因為嗰時我就想講，當上我出國外去國外讀書，但是語言又唔好，但是線上又講，香港人語言開發，聽說留嘅外國人來去講法，故所嗰時我就潛對一下。
语言跟软体。不过其他语言软体呢，它一开始是要审核的，它一定要知道说，哎，你听说一些红语言，你喜欢红班语言啊，嘿西班牙文啊，还英文啊，给问你一开头以后，呀给app 它才会审核你以后呢，你这样做的系统语言软体底不会度来高，每次都系同好嘅方式，你做的嘿，你做的来去红语言，韩国里面上的动作嘅学费，因为头班你要学英文，其实动贵，嘿，费用要动多啊。真紧的，一减二估，我是减亚夫。嘿嘿嘿，我说买本你审核2个月，很多时间呢。真紧啦，又像东洋给，还会考试吧？要考试，会考试，你看，模上两看，多了哈阿里加欣赏就做欣赏诶，家家老师咯，唔冇咁長咁講，一開聽學家就講到，自家用嘅教育軟體嘅時節，自家擔心嘅時節做得嘛。不過假使你要難外一半當一個後輩，跳黏來用嘅教育軟體嘅時節。從雷打咧，係唔係？阿志有從雷打有苦要說。真緊做唔得，就會切對做唔得。明明就有男朋友，怎麼解還要用愛玩交友軟體哦？嘿，下面朋友唔拉到係冇啊？還要講乜嘅朋友啊？真緊就會愛中你最好嘅朋友，愛中你最親密嘅朋友，好冇？因為你就會個懂奇怪啊，乜嘅我愛交朋友聽啊，就會心態唔正確、唔單純。那係真緊叫愛用下載用嘅交友軟體，我會徛佢邊嘅來問佢。你用問到大，係咩？你搞冇嘅時間，你就用一隻交友軟體做乜嘅不得不切嘅事情啊！講出來，老實講。你狂愛做乜嘅咯？那係佢真緊有用，韓國人老講好，那係你真緊講法，你就老佢愛 delete 掉，做唔得，做唔得繼續用佢講啊！我係想交朋友，我要用啲愛嘅數據地位度啊，我就講 OK，拜拜。冇假使你男嘅一般，男朋友讓你講吼，政府應該缺粉絲專業 IG 嘅粉絲，同意啊，就是我需要有人幫我按讚啊，我就會知道按用嘅你非常的膚淺，謝謝。哇，講到膚淺，講嘢咧運動錢呐，嗬，冇內涵呐，哦，八劍專用做唔得。誒唔講我家堂嘅一隻方法啊，我就想講係咪做嚟吃？而家做冇內涵，冇內涵呐，都聽見啊，唉，實在哦，咪，佢利用假使拄到人男朋友，佢強，佢娘，佢愛下載那個教育軟體。用解釋，真緊做唔得，愛可能會像阿志強容嘿，我們都水象星座，所以會故意衝解在意了件事情，因為遲到愛嘅好朋友到好新應用，會做得很係冇被親朋友咯。咁講愛可能唔會直接分手做嘛嘅，愛會問佢講，你到底用會上會容易一件事？對啊，是有粉絲。你用幹啥？你做得發天埋讚。我古田啊，古田讓傾戰。哎，你下發天就動到俄羅斯會讓傾戰咧，要動古田哦。你上會傾嘅係冇？因為前內鬼是走在中東嘛，走在。大家食橋做唔得，做唔得，真緊假使真緊要教王嘅人啊，你用那個教育軟體去創條真緊，我讀到漢嘢乜嘅心態，你到底是什麼意思？係咪？嘅理解咧？其實我唔會搶記到你用上，所以按用嘅方式跳戇咧，搶愛後就會懂點情，看到愛係個愛男朋友，一下啲教育軟體發，愛咪會下載嘅教育軟體，韓國嘅老愛嘅相片咧變做男愛上癮，變做其他你知道他的菜的樣子，印啲老皮按用配合，就是那個相配對。你做嘅演嘅乜嘅韓劇？超愛出來老皮配對嘅時間，愛出來問佢講，你做乜嘅想愛教育軟體？因為愛知道。聽錯有一條原因，可能係我有問題，係有問題，我唔知。可能係你有偏。係，我唔知啊。嗰陣我就會老記按用嘅方式來去打嘴鼓，太麻煩啦。雖然記唔知係愛，但是我只好用按用嘅方式來去真見來去認識。卸下心防。超。五個家講到會炸咗拍聲音來刺激，哎呦，來刺。這個高手來咯！哎呦，調嘅歌手來咯！係啊，因為呢個教育軟體有扮演嘅事。哎呦，扮演前輩嘅事，哪有男朋友？你冇搞啲而家上條當鋪嚟被染啦，好冇？嗰陣你係對什麼 B Talk 的那個時期就開始，就什麼改讀到嘅，就一排介紹嘅場合，是啊，我嘅唔講，好不容易總算
第8年底都有聽到，伊咧生來，有強化哦，迄男朋友。恭喜！結果因為捱到喺啲廟路當個認識就搞 IG，嗰時大嘴鼓都啲 IG 當個搞，喺有一擺就冇生意搞到來，唔過咩冇啲當個大嘴鼓，喺有一擺捱有事情請記，捱就啲來啲都老給講法，如果捱講你係唔係叉搞永遠提當個嘅什麼誒，捱就想講哦，佢就表示佢一下還有啲嘅搞永遠提，捱就。炸做一個什麼？就講炸做一個什麼？我就啲當個老嘅，炸做一個講，係啊，我迄個當個嘅什麼就安尼聊起來。寶妹咧，我就問佢講，竟然有女朋友冇啊？冇就默解，佢就講，哦，我冇女朋友。哇，單身啊！還有咧佢。因為佢去公司上班，東部嘅時間就會約家附近公司附近嘅什麼吃飯。因為我啲那上班，嗰時候呢我就去啲嘅附近上班，我就去演技安尼。佢就講哦，佢有一年，按照嚟看下事主，我就講好，我們就約好咧，今日我就出現啲嘅面條件。哇，好嗨哦！我係呢，個一下就興啊！其實我當時我就分手，就為了給妹妹啊，魔鬼啊！魔鬼嗎？鬼！哎呀，風色都好，其實你做在做另外一些，就男女大不同，誰來到什麼應該用那個冇強容嘅想法。不過其實咧係互相尊重嘅問題，最尾一點嘅時間本白欠來講，你知道哈，你係同性戀地度，假使有呢個功能，你會知道很好。好，因為大三年來啲會都當到好朋友啊，冇時係因為透露認識咧，也係因訊號啊，朋友認識咧。我覺得其實人脈鏈接其實都重要。我哋行業朋友名單是朋友名單聽，你哋去做埋事情，去專衝係嘛，去獻錢係嘛東西。所以假使做啲家上家，你做自己家自己，你可以勾選啊，譬如講我擅長的事情係主持創作，假使他就是然後你的專長是盤法堂，結果你。就是你四條主持的區間，我四條法同的區間，是做的媒合，就是做專長的媒合，電腦係動好的事情那樣。我們就是講變成一個平台，連接台是加強海線。可是我覺得這是 linked 的，就本來就有做到的。你有那種事業的配合，我們就按樣感覺。不過咧，觀眾朋友做在想下咧，同性戀嘅聽人嘅科技咧，時代緊進步，當然是冇強容。不過畢竟咧，溝通之間還係需要大家來包容、老體諒，還有相互尊重，來最重要了。韓國下禮拜強嘅時間，我哋繼續來收看愛豆嘅後生太上宮，要發太假歌，講嚟了，拜拜。同性戀體對現代人來講係做唔得冇嘅東西，不過大家就按慣勢用同性戀體聯絡嘅時節。大家都再想一下，係唔係人老人之間面對面按你真正嘅互動，就係最珍貴嘅呢？無論樣板型，即好利用同性戀體嘅時間來分寸，讓做得順順利利，讓彼此嘅感情聯絡好些哦。